大家好，呢幾日香港好似好唔得閒，掛住討論一個歌手，掛住分析佢嘅轉型，掛住講立場、講感受，成個輿論好似突然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焦點，所有注意力都自然集中喺佢度。但係有時真係值得留意嘅，未必係大家睇緊乜，而係大家再唔睇乜嘢，因為就喺4月10號，其實發生咗另外一件事，一場關乎公共安全嘅聽證會，第一次有負責審批同埋管理嘅人出嚟作供。成個過程冇咩戲劇性對白，亦都冇咩情緒起伏，但內容就幾耐人尋味。於是個畫面就變成咁，一邊越嚟越熱鬧，把聲越嚟越大，另一邊就越嚟越靜，靜到好似冇發生過。有時冇人再講，未必係因為唔重要，而係因為已經冇位置俾佢存在。成件事有無數個點解，純粹係時間上嘅巧合，定係某種大家其實都見過，但未必講出口嘅節奏，各位應該心裏有數。以下嘅我係馮先生嘅自稱。歌手張敬軒轉型做國安導師，係近日香港最多人談論嘅新聞。有讀者仲要求我寫下咁驚天動地嘅大新聞，點止寫下，簡直要好似當年今日睇真啲解剖外星人咁樣炒足1個月花生，咁先至對得住張敬軒嘅犧牲。張敬軒點解突然轉跑道，搖身一變做國安代言人呢？坊間有諸多揣測，我冇內幕，打聽一下或者會，但呢啲國安機密肯定唔可以寫，抱歉無法同大家分享。我都唔想趁熱鬧猜測，反而想提出一個問題。點解軒公變節嘅新聞係喺4月11號引爆呢？有人睇咗佢喺文匯報嘅認錯訪談，諗起10年前央視認罪嘅桂民海，我就諗起中國吉祥物吳亦凡。各位睇下個熒幕，一個吳亦凡最少4次喺關鍵時刻起作用，成功分散全國人民嘅注意力，維護國家安全，勞苦功高，淨係咁樣已經值得減刑。近年香港各方面已經同大陸無縫接軌，所謂終於有咗中國香港嘅樣，又點少得一個為政權遮風擋雨嘅吉祥物吳亦凡呢？張敬軒當然冇犯強姦或者係聚眾淫亂，但只要佢高調轉型，向黨表忠，咁就已經夠晒，可以產生吳亦凡效應。言歸正傳，點解張敬軒變節新聞喺4月11號引爆呢？確實原因我梗係唔知，但我留意到4月10號香港發生咩事，就係宏福苑火災聽證會第一次傳召涉事公務員作供，佢就係負責牌照同埋審批嘅消防處助理處長姜世明。一日未有公務員作供，政府仲可以將火災責任卸俾其他人，例如話註冊嘅消防承辦商冇向政府如實通報。所謂呢單嘢唔係我跟開，但係姜世明嘅供詞一曝光，政府嘅責任就無所遁形。我睇咗4月10號聽證會嘅供詞記錄，發現消防處嘅問題確實係罄竹難書，其中最嚴重同埋明顯嘅係對 SDN 通報監管不力。所謂 SDN 即係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 Shutdown Notice， 喺大廈維修保養工程期間使用，例如要換消防水缸，有大規模嘅裝修等，都要暫時閂咗部分消防系統，
呢個時候，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就要向消防處申報 SDN。根據法例，每次 SDN 嘅有效期係14日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遞交新嘅 SDN，延長關閉時間。咁宏福苑嘅消防裝置要閂幾耐呢？根據聽證會披露，消防承辦商中華發展自從喺25年4月起，已經分期閂咗宏福苑8座大廈嘅系統，過咗期就一張一張申報 SDN， 如是者一直延期，去到大火嗰一日，橫跨7個月，一共交咗85份 SDN， 當中有2座宏泰閣同埋宏志閣，仲各有16份咁多。消防處收到申請後，就派人去現場視察，但目標並唔係核實 SDN 申報嘅內容，或者係揾安全漏洞。例如喺25年嘅4月8號，消防處視察已經閂咗消防裝置嘅宏泰閣，目標只係了解地理環境，以確保一旦火燭，前線嘅同事可以迅速執行任務。視察嘅人員承認冇檢查過大廈原有嘅消防裝置同埋臨時擺嘅滅火筒，冇核實消防栓同埋喉轆系統有冇水供應，冇測試火警鐘係咪正常運作，亦都冇進入消防加壓泵房檢查，對電源開關嘅狀態同埋佢同警鐘系統嘅關聯一無所知，甚至冇留意現場當眼嘅地方有冇按要求貼出關閉消防裝置嘅告示。一座大廈嘅消防系統連續閂咗7個月，完全不合常理，但消防處從來都冇查原因，或者係處罰有關人等，只係一味做啲表面視察功夫，對保障居民安全完全無助。咁到底要閂幾耐，消防處先至會認真處理呢？姜世明喺4月10號爆咗一個驚人嘅答案，佢話1年。當承辦商持續申請關閉系統，只要有人跟進，消防處喺1年之內都唔會主動介入，或者係要求解釋延期嘅原因。性命攸關嘅消防水缸或者係喉轆系統就咁樣長期廢咗功能。姜世明仲話1年慣例並唔係白紙黑字嘅政策，連佢自己亦都係大約1年前先至知，強調政策唔係由佢提出。姜世明作供完畢之後，傳媒曾經追問佢1年慣例係咪由現任處長姜恩健訂立，姜世明就不發一言。除咗 SDN 監督不力，消防處處理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，即是251證書嘅方式亦都大有問題。呢一份251證書可以理解係一張消防年檢合格證，顯示呢個地方已經按照消防法例做過年度檢查，設施合乎安全標準。消防處每年收到大概30萬份251證書，但係證書提交之後要用人手輸入系統，導致時間嚴重滯後。4月10號，調查委員會大律師杜鑑坤向姜世明出示一份由宏泰消防工程喺2023年12月4號簽發嘅251證書。佢質問消防處點解喺2024年8月2號先至收到，仲拖到去11月先至抌印。證書簽發咗8個月先至收到，入系統再要3個月，令證書應該喺年檢14日後遞交嘅規定形同虛設，違規嘅行為亦都冇被發現。消防處嘅缺失鐵證如山，擺喺眼前。姜世明可以點樣回應呢？佢喺聽證會
對所有嘢講咗超過10次唔理想，唔怪得有遇難者家屬喺聽證會之後譏諷，話唔理想3個字，唔知道幾時開始成為政府嘅擋箭牌。唔理想幾時成為擋箭牌，我都唔知。但張敬軒做咗吳亦凡式嘅香港吉祥物，就係由2026年4月11號開始。因為張敬軒呢幾日似乎冇人講姜世明嘅供詞，冇人留意消防監督嘅缺失，冇人追問嗰個神秘嘅1年慣例。咁係咪特登嘅呢？我冇答案。但係從今以後，張敬軒除咗係尊敬嘅國安導師，佢喺集體回憶中，亦都係2026年4月10號宏福苑火災聽證會嘅符號。大家一提起佢，就會聯想到消防處姜世明嘅供詞。文匯報真係有心。讀完馮先生呢篇文章，如果呢段分享令你諗到一啲嘢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收聽。